得不得奖，真的无所谓了。然后拿了奖也不代表什么，真不代表什么。每个人都为了生命跟生活在挣扎。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名人，讲几句话在媒体上面2-3天，哦，你就觉得自己很红。I don't care you， 没有人在乎。得奖的是温升豪，我们娱乐的距离。其实我对什么奖，我不是说我故意在媒体上讲，然后我不 care， 不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过那个 care 的年龄，就啊欢迎某某某影帝或者某某的那个，就这样而已。3天大家就忘记，没人在乎你。就是啊，我看你很多天没休了。对啊，他早不上升的吗？你之前几集出生，你给他错过，这次不能再这样。我给他的人物设定是他就是一般非常平凡的公务员，非常平凡的一个消防队员。他没有什么英雄主义，也没有什么过于的人道主义，他就是一个父亲、一个丈夫、一个平凡走在路上的人。但是他换上制服冲到火场的时候，他就是变成英雄，但这英雄不是他想做的。小时候会有英雄主义，就觉得我应该要改变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。长大之后就觉得顺其自然，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，能够做一些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做了。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就我们《火神的眼泪》不是一部英雄主义的戏，我们是一部人道主义的。我们在里面没有一直强调，我们没有人要当英雄，因为当英雄其实就像烈士一样，身先士卒的事情，我真不觉得每个人都想当啊，至少我不是啊。或许我年轻的时候是，但我至少当我成家立业之后，我觉得我包袱变多的时候，我没有那么身先士卒了，对不起。第一小队呼叫前进指挥所，目前发现失踪的贾先生。我们在拍之前大概有受2个多月的训练，但不是每天，基本的通识课程就是防火的课程，然后急救的课程，然后再来就是进入燃烧柜去感受一下火场的温度。我有山难、山搜，所以有去了解一下山搜的一些流程，然后还有水域救援，我也去上了。最辛苦的应该是火场的戏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火灾的时候是不能够坐电梯的嘛。那消防人员也是，他背着水袋，然后我们是从1楼爬到大概7层楼，1楼大家爬到7楼就一定很累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背了20多公斤的装备，然后身上带着气瓶跟那个面罩，还有安全头盔，所以整个装备在身上加起来大概20到25公斤。对于体力的考验来说，是真的蛮吃力，尤其是呼吸的调节方面是蛮累的。我们的大火有2场，第一场是开场跟第10集的结尾，所以一场是公寓的大火。第1集大家看到的是公寓大火，它比较规模比较小的，然后它是在台北市的卧龙街，一个即将拆除的海沙屋，然后居民都撤掉了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放火烧一间哦，那临场感很重。但这个大火不是最大，真正大的是在结尾。结尾是个娱乐城，那个大火就非常大，因为毕竟是个公共设施起火，跟一般居家的火灾是不同，那规模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永安洞管邱汉成呼叫，已抵达报案现场，现场确认中。执行建物，我部门，阿仁帮我来。邱汉成跟我比较贴近的部分应该是群体吧，就是说我毕竟还是一个比较不是利己主义的人。我觉得邱汉成跟我有点像，就是他比较属于群体角度思考的人，算是我们小小的大树吧。就是他也会跟我们打闹，当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他会适时的阻止我们，所以就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我在拍戏现场会希望现场能够在进度很快的完成，然后大家在很和乐的气氛之内把工作做好。我们剧中有4个主要的角色，分别由温升豪、陈婷妮、林柏宏及刘冠廷来饰演。他们各自呈现了台湾消防员所常遇到的各种困难及处境。尹娟跟志强导演都算第2次、第3次合作，他们算是看我长大的吧。
我从2005年跟他们合作，一直到现在过了16年、17年。然后导演是我一直说他是台大社会系的，然后学画画，他那画画都是他的画是治疗人心的画，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怀比重放得很重。然后我会跟他们稍微 balance 很多男生的群体，警察啦、军队啦、消防队。男生用垃圾话一定一直喷嘛，因为导演写不出来，因为他文青，他女生他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在现场就干叫、乱说、乱闹啊，什么垃圾、黄腔都讲，然后导演就笑到不行，然后他也觉得这东西能播吗？我说没关系，我们就讲，不能播剪掉。观众看到都哇，觉得会心一笑，甚至有消防队员坐在台下跟我们 Q&A 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他们看到这个讲干话，就很像他们平常在队上的生活。有没有哪个台词有吓到你？听你常捂耳朵啦，因为你知道男生在一起那个黄色笑话、干话乱讲，他会觉得你们男生很三八的。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剧种一般是服务女性，台湾的剧种就是从80年代琼瑶开始，然后除了以前有军教片，我们小时候看什么800壮士啊，什么那个军教片、报告班长之外，其他基本上都是服务女生。很少有剧种是讲男人。我们成长过程就香港有很多警匪电影不管是什么《无间道》啊、成龙啊这一挂的，周润发、大哥他们等等，台湾一直没有。我自认比较 man 一点的男人，看到这些东西都会很想拍，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剧种。对啊，我们只能被赋予谈恋爱啊，当人家学长啊，当人家出轨的老公啊，当人家什么样的暖爸啊、人夫啊。会再回去看像温瑞凡啊这种比较经典的角色。那是因为大家都看这就觉得他比较经典了。很多人的经典是危险心灵的，很多人经典是那一年幸福时光，很多人经典是娱乐的距离啊。对我来说，它当然是一个台剧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啊，就是偶像剧的当年的算是一个高峰。我从来不会一直缅怀过去，因为那太没意义了。时代一直在进步，我们拍摄题材类型越来越多。如果我还一直活在过去的光辉里面，我算是一个很努力生活，然后我也觉得老天眷顾的人。我很早就五子登科，30岁左右就事业有成。我比别人拥有很多，所以我没有对人生挣扎，我只有很惜福，不管对生活还是生命。